家家有好食。马莎哥哥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英英。哎， 《鹿鼎记》。你懂奇怪，你练武会走火入魔的吗？按青菜做唔唔系，刘让你系看小说，啱咁错。应该咁讲，嚟最近吼，当好上了武侠小说，底部都有武功，还有天阳底部多。先看天阳，再看小说，哦，练功极厉害，你嘛？哦，练功，哎，你是清朝的人啊？练功，你还用书记一起走，在打电动就是练功了啊，有没有？哎，你没得练功啊，讲哎，拜托讲哎哈。哎，我讲到吼练功，我有想过呢，系讲我有轻功啊，我就唔是视察去故乡啊，那去外国啦，让你开会啊，讨论事情。轻功，你这个人从哪个？就高铁跟飞机啊，或者是任何的交通。你当请求的人呢？你哈视讯了嘛？赖有嘛？啱啱的哦，实在。哎，我讲到练功啊，你就想讲乜解冇？对啊，办意啦，不用了。唔讲係想吼，你注釋做研究，天陽地北都有武功誒，那咪想去練，唔過係有師傅吼，佢做得用武功來做菜嘅話，哦，一定當厲害，幾張正經的功夫菜，哎，係嘛？功夫菜哦。这种无厘头的方式哦，我又想到一位师傅。跟你讲，师傅无厘头。我系讲，来无厘头。对呀，你是神经病啊！不过这个师傅哦，佢当敢接受挑战。不过你这种想法，俺弟佢很冇。正经啊，佢一天佢武功愛當高強，我來靠佢，做得好啊，請佢出來問佢好冇？佢迄三關高誒，我說。師傅，請受徒兒一拜。你們就可以一起去研究，好嗎？來，很不錯。介紹兩位師傅，范文康同事。范大俠。沒有。來了，范大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哎呦，我啲練功啦，你剛剛有看到我招式一帥嘛？有啊。給你有一個 pose，來，看到哦。你有走火入魔。還蠻噶，睇咪下，莫按過。我係楊過，你就會閃過，啊，我閃邊好了。好了啦，認真咧，嗱咁講家人你講吼，嗱特別看天陽啦吼，看天師，也看小說，底部都有啲武功做嚟入菜嘛。做得啦。真係一解啦，嘅《鹿鼎記》嚟考一下好嘛，《鹿鼎記》底部都有武功係看藝術，化骨綿掌，做嚟入菜嘛。可以啊。我想。是，跟藝術剃頭菜，你自家寫，來做乜嘅？化骨綿掌湯。化骨綿掌湯哦。湯。正經哦。就開始來做，我們來看準備乜嘅？好，這叫什麼？佛書掛。佛書掛。佛手把佛書掛。你要說，哎呀。你要說樹咩？棉骨，係嗎？手這樣子是不是有點畫掌？哦，畫掌，對不起，我被你搞混。好，畫骨的法，排骨。哎呦，上好，師傅領教了。好，那我先。你乜嘅？蜜棗。蜜棗哦，我冇看過蜜棗，你係生的還是？這是熟的，乾的。哦，棗的蜜棗哦，還有乜嘅？南北杏放在一起。南北杏，對，杏仁。南北杏，感覺有南拳北腿的哦，還有薑嘛，南薑嗎？沒有，不是。好，開始來做。那我先燙這個，要切，對，我已經切過。好，幫我開，然後切這個。因為你底嘛化骨綿掌啊，雖然就柔柔的，然後只要內力震到你的話，你全身骨頭就碎了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現在已經走火入魔。不會啦，不會讓你走火入魔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要增強我功力呀。好，薑嘛，薑用來切哈。對，那我們放另外一鍋。切片係嘛？對，切片。煮湯那個吧。你阿瓜誒台灣有當人種嘛？有啊，阿波卡前面就有，鄉下就有當的嘛。其實咱來講一句，就一開始來看到兩個時間來撈到佢迄8個，最早期來踢100看到的時間。
佛手瓜大部分都来做嘛该料理哈多。佛手瓜有人做泡菜、凉拌的。泡菜哦。对。哦。有等于像煮汤，做得用炒的嘛。我很少用这个，可是我有用这个做那个西式的炖的。人家西式又毛又落里又毛又用料做过牛排的配菜。其实还有猪狗呢，其实还有用料切片和煮个投入到姜妈婷婷。好什么？哦。当好是过呢，每样我买好猪。你有买讲？因为它真的让我变成绵掌，就是有蛮讲，就会给俩当过改俩汁液呀，还讲会过敏哦，真的哦，当过改那个手纹会不见，它会脱皮。啊，那惨嘞，你害我了，我怎么办？哦，俺有买唔滴，我安尼哦。不会啊，师傅你有铁砂掌。好，两地包哈，有骨头了哈。哦，好。你係仲去南北茶貨店出做得買到係嘛？哦，有骨，啲地擺度有殼，地擺度哈。所以還是想來提醒啊，就是不缺兩個表派。哦，兩片哦。切的部分哈，我整理一下哈。好，所以你愛汁液啊，如果第一次料理的媽媽會講啊，還是戴手套。或者是料理燙過一下用嗎？哦，先濕過啦。好。好。水滾呢？好。這水滾有嗎？5分鐘或5秒鐘。速溶加。對，5分鐘或5秒鐘。對，為什麼？你知道為什麼？這叫功夫啊！你只要5分鐘，對對，那就比較不甜的，有沒有？哦。它湯的，那只要5秒鐘，對不對？5秒鐘，等一下就要把泡泡撈掉。對。哦，按呢，哦，很有哲理哈。對呀，今天因為是講說功夫嘛，對不對？好，那我們把它撈起來。來。哎，這個泡過水嘛？有，我們在餐廳要洗啊。哎，洗嘛，跟我弄準備水好嗎？好啊。好啊。所以你頭料理嘅菜你有煮過了哦？有啊，那豆腐蓋又煮呢。等一下哦。所以你也這麼無厘頭哦？要啊，因為我怕我接到你的命令，我就要試試看啊。等一下害他走火入魔怎麼辦？好，我來了。那串湯係鹹水咁樣打電話本，好冇？你都強下係散檔練功啊，練好長開水下來安做嘅麼？冇，我係電梯度。有正經啲看武俠小說。有啊，喺左邊嚟。哦，好，不管嗰邊水有滾要冇滾吼，加瓜係跌落去嘅，水安尼飆下去，還有你嘅排骨，加通過血水嘅細個，唔加飆嘛，加你條條飆冇。蜜棗，它慢得為啦，慢夾啦，你急什麼？沒有功就要慢慢練哈。蜜棗飆下去嘅哈，還有飆嘛該？這個南北杏。對，我們不要放太多，等下吃起來都是甜的。好。好，這樣子就好。就看起來。哎，可是要撈泡泡。哦，好。等它一下哈。好。好，一定佢滾啦哈，鉗起來好誒。泡泡我用辦講。泡泡。起泡。嚟鉗起來哈。好，講白。所以定佢滾係嘛？定佢起泡。嘿，跟住就用辦。然後你去高起來。撩起來。撩起來。嘿，好。好，你剛剛係水張門。攏靠唔講，化骨綿掌，你有冇想到用啲食材咯？唔識煮過嘛？幾大半個就加嚟地道加嚟做上嚟啊！上係啊，哦，等於是佢出動到參考題本嘢係啊。因為啊，佢最近見啲嘅看家啲小說人，我就想講吼，冇幫佢走火入魔，幫佢食掉東西，降火氣，錯，降火氣係嗎？咩做得啦？按你差唔多愛滾幾久，呢種瓜係會較難煮嘛？唔會，你要排骨很難，排骨哈。好，得你下廚係把泡泡撈起來。泡泡撈起來。你係就係氣乜嘅？氣泡。氣泡咧，好，跟住我攞啲高起來。撩起來。撩起來。順勢教下教法就出嚟啊！你教我煮盤，我教你講下教法，啱做得冇？做得。除了你係炸子撈啲青苔機啦，吼，用湯開起來下醬、下醬味吼，下錢啊，
一般来讲，按那刮的吼，吃起来它窄，就是比较清淡一点。对，不用排骨呀吼，不用三层肉没做的，不用鸡肉是哈么？不用鸡肉嘛做得啦。没做的啦吼。不过不用改掉肉就做得按来面哦。做嘿，因为我们要化骨，我们是用软骨的肉。从毛师傅。好。哎，你看你还正经在武功，你看我就可以，吸星大法。咖喱滚鸡球。不用鸡球哦。半夜滚鸡球。看像是当係3點嘛，有冇？3點就你要去滾一下、泡一下，記出來化骨，趕着吃有冇？就係安尼關小火。哦，係上來殺時，就半雞滾到好嘞，就吃到好嘞，就做得是嘞，就會半雞讓它滾啦，滾了就可以吃，係滾等時啦。係，韓國愛是下面的，就係細火半雞滾，慢慢滾，佢滾到你係骨頭都軟起嚟，這樣做得是。冇不用點嘛做得，半雞浸點嘛做得啦。哦，小心，有刺客。什麼？哎呀！好，我等下就剩下要我真的走火入魔。剩下調味電幾滾就之後咧，其實我知道啊，你排骨切嘅太細啲嘟嘟好，古時候講大家煮熟嘅滾過嘅，我知道調味過，我煮出來食，因為嘅瓜吼看起來要吃有一點脆口，好像也蠻不錯的哈。對，可是瓜因為比較硬嘛，特別選比較硬的跟骨那個能夠搭配。對，不要說骨頭已經化掉了，瓜已經不見了。哦，我點解意思就係其實腐薯瓜佢本身係硬脆脆，所以佢就用兩種瓜，將為兩隻煮起來，骨頭面睇嚟，瓜咪唔見睇嚟。好，記住定幾滾咯，這個差唔多算起來再滾幾久。200半幾滾幾久？這個15分鐘。哦，15分鐘，好不好？15分鐘後回來出油化骨綿掌湯。好，15分鐘過去，加15分鐘當然哈，師傅有先用鹽來調味吃過的哈，吃過這個來煸，用細火煸，安尼做的唔是這個吃的哈。唔是。哇，看起來整件骨頭化到糖地擺度的哈。來，你來試試看嗎？冇難等下來好好試一下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又要走火入魔了。你把我的銀針拿過來。這樣。好，來。對，幫我拿着。好。有點香哦。當香。像你就唔是有啲嘢糖譬如講爆米花上嘅時間，這個來點一下香油，唔是哈。兩匙。哇，化骨綿掌哎，你真係很強哦，鐵管有夠嘛？來看一下，請師傅，用安尼講，你接受我嘅考驗，鐵道菜按多嘛解？化骨綿掌湯來了。聽副講，係咩料？再來木耳，咁樣做功夫嘛，要嘛，配合你要做18草。哎呦，18草呢，就做羅漢呢。哎呦，素食誒。18羅漢。哇，你的羅漢用什麼？列出來豆皮。對。嘿。謝謝。見出來。就是這個秘密的第18章。出來。哎呦，懂厲害哦！八骨綿掌湯，哎呦，鐵管為高管嘛，看一下啊，腐薯哈，昨天嗎？要當
甜味吗？很甜哦，然后都冇按夹落，冇想到按夹住落的哦，真的呢，安尼吃了下去就是绵绵松松的不薯瓜，哈，有当清甜的米食，当适合热天的吃。跟你讲，是人家一开始是什么嘢哈？是想用咩？入口即化，我讲唔系绵绵软软。哎呦，啲糖咯。同冻青天，他们讲啊，就顺义讲的个南北性啊，真紧去切切，所以唔会全部都是软烂的食材。要讲起来哈，吃下去身体变强，感觉可以用轻功飞。你有看过那个吗？卧虎藏龙，有感觉在竹子上面跳。啊，有分两解舞蹈，我没想。不过武侠小说应该要再看一下。正经哈，讲到武侠小说，英雄最沉的，讲一招来，哈哈的。想一下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。《射雕英雄传》第八度啊，有当厉害，看来啊。降龙18掌，懂吗？有配合到吗？哦，当厉害。应该数量2掌变纯2种的呀。降龙18掌用2掌，武功的名来周川，你想来做嘛？说降龙18炒公仔面。哎呀，降龙18炒讲下夹对，配上糖落乖乖。我有啲发功啊。发功然后给照顾一遍。降龙18炒公仔面。来。好，家叔讲吼，降龙18炒公仔面，有点远的。降龙18炒公，给唔主讲啊，你接受我的考验，知道吗？带18种。有，我有带18种，你算看。等下我算哈，看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哦，你偏哎。还有盐吗？你睇下一家摩纳多，我有两讲。哦，盐。好啦，有弟弟啊，你刚中的很偏矮啦。初步先过关哈。降龙18炒公仔面，很用版型的炒公仔面矮低呀。不过你除了批下矮，准批18种，你确定俩条东西拢面有合。看埋啥数位啊？哎呦，好来，一样来哈。要切的喺哪？呀。玻璃菜，我咪讲咧，你睇玻璃菜，睇下四個咧嗬，你睇要前陣子用嘅水晶豆誒，五體歐洲誒嗬，一點點咁做。冇全部用，一點點。煮出來就當然看嘅。係全部用啊！降龍18掌。要配的，因為你根本帶一包泡麵的。哦，帶一包天天哦。哦，你講嘅冇散到，俾唔起來啊！你係乜嘅？你不用上來係。紅喜菇。美白菇。哦，美白菇哦，練功的時候曬到太陽，還是要美白一下哦。對。對。那你還用金針菇。金針菇。菜條。係。菜條。哎呦，英英有進步嘅哦。然後咧？風菜條，風菜條。我歡迎啊！嗬，你係靠藝術菜，你係。我上次嘛。講客家話。我哋啊上次嘛有練咧。哦。係啊。你哋喺臨時正嘅上到嘅，做得變落來18種。係。你上幾久？一海天啊。咁兩樣做菜用到挑那上。哦，而家切的係上香菇嘛？係。挑夫講。係，我哋啊。撒來木耳。木米，咁樣做功夫嘛，要話配合你要做18炒。哎呦，18炒呢，就做羅漢呢。哎呦，素食誒。18羅漢，哇！跟阿妹做講，你係18銅人咯。你啊，功夫要啊，功夫有硬功夫嘛，硬底子。係你啊，行硬掉誒。行硬掉誒，最用竹筍，哦，你啊，當時誒當厲害嘅食材，當貴嘅嗬。好來，標上來咯。幾樣誒？8樣。你要挑選咯。哎呦，9樣係乜嘅？
做得了要切好。哦，都切好的哈。好，杀下来做嘛该？来煎，等一下它的主角哈。主角哦。罗汉嘛哈。罗汉。你的罗汉用什么来代？豆皮。对。嘿。谢谢。用腰。好。好来，三毛鱼啊。煎给它，擦，嘿，擦，见出来。有盐巴吗？你要盐巴哈，来，就是这个秘密的第18章，出来。对，这样等一下才会有味道。cái ăn豆面啊，用为香港形容你的公仔面。公仔面比较香港啊。有冇啊，我知嘅啦。像天陽當到香港天陽要拍嘅武俠嘅，有冇？全部都香港嘅。師傅唔真嘅。睇話都有講嘅嘛，高鐵有冇？啱嘛咪用 YouTube 啊，對。哎呦。就係你邊看武俠小說邊用手機，你就用手機看武俠小說。没有，这个我帮我太太骂，因为我睇看要嘛，我睇看，莫嘅本人會一走，獅吼功，要嘛要得恰哈，擦個，要去變過來。哦，我煎到，東方嘅味素咪本機煎到來。要用睇下用橄欖油嘛，哈，唔好用破壞下健康要嘛。好，我們再開火煮泡麵。好，開火嘅哈。2分鐘。2分鐘就做得了。是 Cam 改的嗎？做得。好，啱乜嘅？盤呢？愛盤呢，按腳哦。好，本給散一下熱。让它能够脆口一点。刚才改出50呢？哦，50。滚嘞。好。你來炒。是叫來炒哈。來炒。你係不用油嘛？呀。其實啊，你講嘅公仔麵較耐煮，因為我記得香港嘅麵冇像台灣嘅麵安尼用泡嘅直接去做嘅時，它冇按好食啦，而用煮嘅。古時候講大家去港式料理嘅傳統，用嘅公仔麵就用煮嘅係適合。本身我本身就想過用香港嘅、廣東嘅鮮麵、鹼麵。可是我功夫啊嘅減啦，等下泄氣。龍家天天的不用哦哈，龍家你切的動作你要開始不用下去哦，有美白菇，還有咩菇？紅喜菇、豆腐乾哈，還有鳳菜頭，還有玻璃菜、香菇，還有菜頭、糯米，你係咪係練功的一種哦？你請接着。我覺得你們現在在點名呢。對啊，我都快笑出來。在東江你由於好冇標啊，就沒有辦法練成降龍18掌。不會的，這個你要炒嘛嘅哦。你看到專業嘛做咧炒。嘿，師傅講看到嘛個專業做咧炒，平常用嘛個特別強出來東西做咧炒。還有啊，我記得啊，用泡麵用水煮過。做得容底部一些比較油的，譬如說有些泡麵是還有一泡把一些油先燙掉，也比較健康一點。那個化學的東西撈啲先同體啦。其實練功跟做師傅也是一樣的，都會練啊。咁樣拖練。你要做得到。做得嚟哈。你幾耐係嗎？你係乜嘅？盤子。盤嚟哈。好，不用水哈。好，不用水哈。好。咁啊，煮差唔多下個頭的，應該就好下乾一點。好。現在要調味。好。黑胡椒。胡椒粒。還有你係乜嘅？一係糖。一點點嘅。那個咧係蠔油。它係無影腳的概念吼，你知嘛意思嗎？乜個意思？來吃個客家嘅哦，你講乜嘅？糖。
我就知道你在教我武功。因为我要教，因为我告呢，好，在这个，拳菜哦，拳菜，你爱西洋琴，怎么办讲？西洋运动讲叫喏美国拳菜。哦，美国拳菜哈。还有营养。哦，你啊差不多，你啊美国拳菜做啲食雪生嘅，有冇？你雪铁板烧你阿妈做啲雪生嘅，等下讲表。好。面表下去哦。好，你啊水差不多。因为睇下煮下软的位有冇？啱咁夠啦。你啊一下幫佢縮乾就做得啲。哦，幫佢吸解住。咁佢做得冇？那係食看看。哇，好。看要辣氣。看應該夠鹹嘛？無骨做得冇？係冇？那係嗎？唔怕唔怕。啊，平常時你講，我出有啲食嘅。要辣下冇？做得咧，做得。冇偏愛哦。唔係。當江鼠藝喎。好，汁熟咧差唔多誒，不用按呢挑牙營養吼，挑每隻剔去。哇！所以你下個汁全部就到個面地度嚟嘅。有間呢個頭皮。等下用切的，我切睇下。我攏講做菜按你做嘅功夫。包括加師傅的甩鍋啦，你看你啊，你有想到用意大利面的方法嚟捲面哈？職業病咯。唔係，我做廚師當橋咧，要功夫啲嘛。係哈。係啊，頭先主要講，來先不用頭前哈，因為殺下來你出愛切的，係嘛？來。做事的其實就從你都寫來因好看的武俠小說啊，都要練。練功沒動辛苦哦。要有感情。我哋頭皮吼，本日剪到擦上來，想講不用按久，糖血傷痕咧，疏切切哦。用破嘅好食啊，但是破嘅咪切下嘢哦，佢咪會破掉，會爛嘅，會綿綿。哦。好。哇！哎呦，懂厲害哦！不用害，不用上去，把別想象成是牛排還是雞排？你看那呢做得嗎？懂厲害，像降龍十八掌，18種東西按跌下來就就變好。來，夾來試一下，強太家說的係乜嘅？降龍18炒公仔麵。用板都太陽了，熱頭啦。盡量哦，做唔得本機一直冒泡泡起泡，係用。哦，各種辦法嚟，可以打開一下，這個鉗轉去細火哈。哇，這可能也是會讓你吃了流淚的原因之一。唔係，你要烤20分鐘。斷筋，廢他武功。降龍18炒公仔麵，要有武俠氣概來吃啊！公子請用。人辦係咩按你來煮泡麵，所以唔可以學下人媽講冇健康。人家夾嘅呢，你煎過嘅頭皮，還有食到頭牙，還有麵，因為你切到廣東嗬，全部條狀嘅，所以咧其實食到冇看到頭殼。
那就唔可以吃到你还泡面呢，那老多很煮的一般的手工面，好冇？好。韩国挑战师傅跟空调讲，该头皮要煎，都好吃。它的口感跟这个面啊融合在切切，加上面的软软，唔係安尼糟糟啦，嘿，你用鋪嘅會糟糟啊。嘿嘞，真的是有功夫的那个。真紧啊！你刚讲《射雕英雄传》嘛？雕，哎呦，你看这边，用啊，真的雕这种来啦。哎，来刚讲《神雕侠侣》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很像的《神雕侠侣》杨过。哎，人家那个是大雕哎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来，哎，大雕按丢哎，他有小孩嘛？大雕的儿子小雕啊，市府应用办公。是什么颜色的？哎，蓝色哎。哎呀，念整对位啦。来家用太甲都伫《神雕侠侣》啊，来用《神雕侠侣》金表前面主角哦，小雕要向下来靠你。《神雕侠侣》的话，杨过与小龙女，黯然销魂饭，做对吗？做对。又做对哦，认真哦。认真。小雕做对吗？做对。做对。小雕破音。哎，太晚了，很累。好嘞，来，龙太甲讲，唔该做乜嘅？黯然销魂饭。黯然销魂饭。黯然销魂饭，饭。你吃到看电影全部按你讲黯然销魂饭。好了，黯然销魂饭，你有看过天阳吗？有啊。给董葱药诶，会让这个你吃到了饭流目色感通诶，黑马该黯然销魂饭。没，底百度标嘛。洋葱，吓我一跳。都是有洋葱啊，又带来。洋葱一定要有哈。周星驰不算什么，他又带绍兴酒。哦，绍兴酒的两味。好，来开始哈。你前面肉黑马该肉。梅花肉。梅花肉哈。梅花肉哦。先来先切蒜头。要腌它有吗？哦，你要腌肉，你要吃起来用俩腌系嘛？好，你啊，用俩，那又带来哈。哦，你带点乜嘅？龙太家讲。料头。料头底部都有葱啊，还有辣椒，还有蒜头，你全部先处理好诶。好，不用落去。蜂蜜。好啦。一点点嘅就好咧。你要冻水底有冇？係。你啊种太细的差唔多2人份到4人份都做得食。嘿，好。那炒蛋用料系乜嘅？辣椒粉。哦。哇，这可能也是会让你吃了流泪的原因之一。唔係，这调味哈，一点点，然后再加上叉烧酱，要煸下去。好，全部煸下去哦。嘿，等然你要煸下去，等下要烤嘛，要冇？哦，用要派记烤箱。你肉还蛮切呢，等下再来切。哦，中央哈，中央啦哈。你家按到批料加一批以后咧，师傅的意思就是讲，用俩个肉哈，用俩就浸，差不多要浸几久？15分钟或半个小时。好，就像那个肉有冇？不可以醒过入味。好，要炒洋葱系嘛？好。先开火。嘿，油。油哈。你好好做，你看来小雕的看你，那里还养过。怎么这么小只？那家有讲无糖哦，无糖多。伊大雕的来耶，小雕。那啲人功夫无做就大雕，你就做小雕系冇？哎呦，那这啲人都爱你讲哦，吼。因为黯然销魂饭嘛，有冇？你要洋葱有冇？切安尼。等下料蒜，切到细细地哈，等下炒起来，分给绵绵的哦，不要有太辛辣。等于要煮到有点绵，有点透。这样。红葱头会加硬多。等下煮到放面，好，冇浪费哈。炒分给用焦糖化，因为洋葱会当甜嘛，不然。闻起来是辛辣的，可是呢，炒到焦糖化之后呢，就会很香，所以大火一直给它炒。哦，先用大火去炒就错嘅啦，哈。蒜头米。
韩国小杏就是系用来腌菜改法哈，它会软化肉或者是软化那个菜的那个一些肉质的那个还有纤维，对，有纤维。配合今天那个黯然嘛，有冇？嘿，你看。哦，分2擺哈，分2擺來加。冇一擺哦。有冇當香有冇？有。加水。嗱，看你加幾多？等下罩咧就差不多樣咧。哦。給你我來幫我都唔顧開啦。你要唔係做嘛？煎啦。要先烤這個。哦，先烤這個肉，看起來哈有較多的汁嘅哈。你用番切的。哦，從中間剖開。嗯。哦，堆番茄。我知道了，斷筋，廢他武功。等下它對開有冇？等下邊烤邊擦。哦，好，烤箱要先預熱。有啊，台灣還有準呢。哦，你準幾多度？180度。180度，要烤幾久？你要烤20分鐘。20分鐘，好了。好。20分鐘，咦，麻煩你哦。好。生意哦，我們就那2塊而已哦。先烤5分鐘，等一下我擦。好。好，先烤5分鐘，這個狗的薑，對，在這邊。幫我放黑胡椒。好。黑胡椒，對，黑胡椒。鹽巴鹽。按你拉嘛。砸過來。好。拉嘛。好。要讓它吃到感動。哦喲。鹽嘛。哦喲。好了。繼續軟化我們的蔥條哈。拉嘛。做得。好的哈。面嗎？了。凍安該一點點啪啦哈。係嘛，係凍面嘛。係嘛，所以係嘛。先煎軟。好，先嚟煎軟。技術本啲滾嘛哈。係，那另外開火哈。好。哦，你要煎軟。哦，當燒了喲。當燒。要火關睇，好。哦。好，不用下油。順沙搞太搞哦，用板都太陽咯，熱條咯。哦。蓋子。好，掀蓋了。好，關小火。熄火。對。盡量哦，做唔得本機一直冒泡泡起泡。哦，做唔得起泡。用。哦，佢想辦法嚟。嗰嘢打開一下。這個鉗轉去細火哈。要等一下。你隔壁嘅火一下，嚟隻火照住一下。完全你要不用等一下就做得了。果然哈，黯然銷魂飯冇咁簡單哈，你看佢邊分剝嘅哦，真勁哈。然後再加這個。好。加乜嘅？奶油，沒有奶油。係啊，奶油。哦，奶油嘛。你係要染嘅，有冇染？有冇染嘅？冇染哦。咁厲害喲。嚇？乜嘅？小雕，你講屁到上面。有啊。你講你屁到上面。這個不管是暗銷飯解我的毒，還是你要點我的血？我都不要。哦，他不要。有猜矮是因為他要顧好他的火。按你算約差唔多5分鐘嘅，要不要這個狗咧？快5分鐘之後出嚟，撈你係咪該醬？蘇加叉燒醬。我就會挑些冇那兒醃製嘅叉燒醬。看下等我配幾多分鐘？10分鐘。10分鐘，好。那我看我的蛋，看已經差不多熟了哈。好，這也好了。那等一下，等它烤好，我先來燙青菜。哦，先燙一下青菜哈。我們好像在高手過招。我不用油。不用油的，看起來金金亮亮。油亮亮。油亮。好，嘛所以不用鹽嘛。聽起來成邊啲客家滾。講唔講？你嘅地杯度哈？
要烤10分钟，再过10分钟。唔过天一5分钟的时间先过一边，天一5分钟先来。翻面，再过来10分钟。好，落尾剪好诶，还有葱头没做好诶，还有等下爱汤芽菜，给人出等10分钟。之后做好了事情来组装哦，我这块好嘛，等下去看人的黯然销魂。哦，10分钟过去吼，你10分钟已经做当多的事情，先看嘛个，先看加15分钟以前吼，你看到两肉，还有你加抢出来汤好诶，乱没剪好诶，当然洋葱都好，最重要要翻咯，你也开始组装，好冇？好来，先标嘛个。先不用洋葱，洋葱哦，也是会让人流泪的洋葱，听听那标。要有感情。对，冰豆的有冇？嘿，张怀六木鸡。好，洋葱先铺到翻蛋杯，铺好以后咧，冰落。冰上去。小雕，你讲乜解？等我食。等下出来食咧，做太多的，谢谢哈，排泄，你多的，我来切叉烧的哈，加白好的叉烧，切的切，嘿，哇，切它泡的有冇？比较薄一点。应该发现两肉哈，东岸跟皮肉，买空它在同一块里面呢。有啊，冻酱哈，小心放，好，不用下去，好。你煮了酱系吗？你先加水。好。你要酱出来，你加搞那个叉烧蛋杯酱，纯的哈，莫打熟。好，做得嘞。你要酱做出来，加点水，扭哈，稍微稀释一下，淋落蛋杯，安尼就做得浓。谢谢。弄饭，还有肉，你要掉。苏州的用盐，盐下。好，因為喺香港、廣東要冇叫做食下甜啊。今日去人吹成冰要爆梅張冰啊。那門啊，小雕，你講乜嘅？我聽到嘅，佢講，成冰漿，這個冰搶出來，因為安尼搶出來就唔會看見凍垃圾，錯冇？全件都係打嘅。等下啱啱有打機。差唔多呢。好。就那我講呢，你係什麼條線單純的醬這麼好？好，淋到你嘅肉、蛋，還有洋蔥，還有飯，哇，可以很香哦。你有流口水嗎？有湯到哈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水面當來標，來弄標哈，看好，會有咩功夫？那入好會，你有感覺要身體移動哈？會，我要有一種包圍的感覺而且愛心出來的嘛。哎呦，快吧！我跟你想的都很黑。安尼好诶哈，有心，即使心碎，那剩为你煮诶，马该点会用太下讲。黯然销魂饭。销魂啊！叉烧啊，冻了饭肚吼，哪有色冻肉香？是洋葱，我流泪。爱做全套你来一下。马该，你还马该？黑眼泪？不是，是洋葱。什么？好色吹龙太噶讲啊，还冇因讲真嘅啦。那本意为是。
2位请用。是。还是黯然销魂饭。第一，你知道食神的底部都会台词黑马盖吗？你等下试一下要做出来哈。是叉烧。哇，这叉烧啊，我老到唔加撞喺姜汁吧，點上去會軟踢，點喎？我不行車車。凍下飯嘟好，我要食到肉香，真件凍厲害呢。小意思啊。你記得馬個台詞嗎？是洋葱。我流淚。愛做全套哎。你來一下。馬個，你係馬個，係眼淚，不是，是洋葱什麼？你唔係講你想打機咩？一下不給你要買打機，我要拜他為師。海生啊，海生！哎呀，我這人是太愛武俠，我海生啊，各位鄉親朋友，看天師看天陽，有人講吼，人生出槍天陽樣，唔係做咩做唔得樣，好生出來做本太個，唔係做本太個，好生出來同太個講啊，係冇？已經講正經的啦。師傅，我今日太佩服你了。先見，講來做兩。買了就去講了，先見。咩，我拜你為師。我買拜佢為師哦。雖然講我用小雕搶出來都冇嘛用，小雕。哦，他說你沒有看他引吭高歌，太好色嘞。懂我什麼師傅啦？為到愛啦，天馬行空的想象，咩本當到觀眾鄉親朋友啲講，其實啲神法啲喺度。潛當重要的食材沒當重要，我蠻講，有陣時你也有東西，平常你就食得到啊，你用心做嘛，你用頭腦去想嘛，哦，今日出來可以下一拜你見面挑戰的主題咯，我們來做瓊瑤系列，都對嘛？萬歲魔耶！萬歲魔耶！瓊瑤系列啊，面有難色你不可以這樣。來青菜講一下，煙雨濛濛，做對嘛？莫講。留下一版，我攏講，你每一次進階，能把人家頭銜都冇用啊！等下，我讓你講。我講到走火入魔。我讓你講，我用餘光看到我們的工作人員全部都在彎腰，你到底想怎樣？彎腰意思係嘛？嗰啲都市謠嚟，係講太厲害啊！不管哪一天要做啦，哈！神夢再過神夢范主廚，范大俠，感謝你哦。下次煙雨濛濛。鄉親朋友，大家講哦，當中有人生像天陽哦，天陽咩像人生？你有陣時可以出去也使用東西嘅時間，反映咧可能係一個人生。有陣時感覺人生當苦，我當苦嘛，像係你個雖然講已經講哦，發生嘅，唔咩？人生所以想樣板型，本自家快樂，食東西樣板食得當滿足，又食得當營養，好嘛？當然啦，你上愛看瓊瑤系列法去鎖定，當然咧，加油好食，歡迎國家來主席，上來了，好嚟啦！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今日帶來嘅黯然銷魂飯哦，該主持人有冇打電話幫我上到當暗吼，你啊，我做菜有冇？有攪破腦汁啊，有冇？來上兩樣伴手，希望說哈，大家能接受我帶來的菜，方便又好做，然後用點心這樣子，然後希望大家能接受，謝謝，然後先蒙大家。